各位朋友，你哋好，我係鍾劍華。呢段片咧，想向大家簡單交代一下海內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計劃嘅進展同埋一個新一輪嘅調查。咁咧，大家都知道㗎啦。如果參加咗嘅咧，登記咗嗰啲咧，都已經做咗㗎啦。我哋已經進行咗2次嘅調查。第一次咧，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一次嘅調查啦，我哋將會喺下個禮拜咧正式發布嗰個調查嘅結果，希望各位留意。到時我哋會有個網上嘅新聞發佈會，咁到時咧，我相信有啲媒體咧都係會報導嘅。咁第二次調查咧，我哋都最近啱啱截咗數啦。咁我哋好快咧就會進入呢個數據分析階段，亦都會喺未來1個月喺適當嘅時間咧向公眾發表我哋第2次調查結果啊。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我哋喺未來1-2日咧就會進行第3次嘅調查。第3次嘅調查咧，大家喺呢個時候應該都會想象到調查嘅主題咧，肯定就同6月份好重要嘅日子有關啦嚇。相關嘅調查咧喺香港進行咗幾十年，咁香港人都仍然有一路都有機會表達對一個咁重要嘅歷史事件嘅一個睇法。咁但係咧最近幾年咧就不但止去唔到維園，連表達意見嘅機會都冇。咁所以我哋咧喺呢度咧就繼續延續呢個薪火，希望香港人對一個咁重要嘅歷史事件能夠繼續將我哋嘅意見呈現，將香港人嘅睇法咧清楚咁向社會表述。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6·4前後咁咧就做一個關於呢件事嘅調查。咁呼籲大家咧係積極參與。如果未登記嘅朋友咧，可以睇翻我哋嘅下邊嗰條 link。咁咧登記翻嘅話咧，你就會收到我哋嘅邀請電郵。咁啊，到時咧就可以上到我哋雲端平台啦，係答問卷㗎啦。我哋再一次強調，我哋嗰個保密工作同埋保安工作咧做得好好嘅。過去2輪嘅調查咧，亦都冇咩特別嘅問題發生過。咁參加咗嘅朋友，你都可以放心，亦都事實上冇任何滋擾係我哋收到過相關嘅資料報告啊。咁你哋嘅個人資料咧，我哋係會同調查嗰個問卷嘅資料都分開嘅。我哋只係會透過你哋個人資料嗰部分咧，就會發電郵俾大家，邀請大家去填問卷。咁當大家上到我哋雲端平台填完問卷之後咧，你嘅個人資料即時就會同嗰個問卷咧係分離㗎啦。咁跟住咧，你離開之後咧，你個 IP address 都睇唔到嘅，所以十分之安全。我哋嘅 server 咧係擺咗喺歐洲同美洲嘅，咁應該咧就唔會有任何明顯嘅風險，亦都事實上冇任何問題發生過啊。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啦。第3次調查啦，相當之重要，希望大家咧係繼續踴躍參與。我哋好多謝過去2期啦，好多朋友都信任我哋，希望更多人信任我哋。人數越多嘅話咧，我哋嘅調查嘅數據咧就越有說服力，越能夠將香港人嘅民意呈現。所以希望大家咧唔好失去呢個機會。就算離開咗香港都好，我哋仍然都係心繫香港，或者話香港發生嘅事，我哋仍然都繼續關心。我哋曾經都係喺香港生活過，熱愛呢個社會，曾經為呢個社會嘅進步係努力過。咁我哋亦都希望呢個社會能夠有機會復康啊！咁所以咧，希望大家積極參與我哋海內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計劃嘅第3次調查。我哋就會喺未來幾日咧，係陸續向登記咗嘅朋友咧發出邀請，你哋參與呢次調查嘅問卷㗎啦。我哋未來仲有8次嘅調查，我哋希望都能夠順利完成，亦都希望咧喺呢8次調查加埋之前嗰2次啦，總共10次嘅調查咧，係可以將香港人最關心嗰啲議題咧，能夠係呈現我哋嘅睇法。呢個咧係對離散咗嘅社會仍然保持一種維繫住大家嘅心智嘅一種好重要嘅平台。所以咧，希望大家唔好放棄呢個機會。咁如果有乜問題嘅話咧，歡迎你哋透過電郵俾電話俾信息我哋會盡快處理㗎。咁再一次多謝大家，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希望大家盡快登記。